庫臨床經過，72絕藝我交咗71筒俾趙文，我話佢聽揾唔到金剛不壞體神功，其實係我獨臨一門苦練1年，略有小成而已。成坤，今日就將你筆帳好好計清楚。公，我有天下2大神兵，守，我有金剛不壞體神功，你憑咩同我接帳啊？不過今日俾咗我斬草除根嘅機會。楊董事，今日中原武林，邊個都走唔甩。多謝老子。好，張無忌，你仲有咩絕招啊？即管使出嚟啦！乜嘢古怪兵器？本教聖女教主有靈，中土明教張無忌教主聽令。紫衫龍王，乾坤大挪移已經交回總教，中土明教鎮教之寶聖火靈就應交還於你，張教主，即可大膽施為。李明，話知你咩總教分教，一個都走唔甩，放千！